弟兄姊妹，新年快樂！新年快樂，祝福大家平安啊！係啦，咁我哋今日咧新春主日崇拜啊，有一啲詩歌都想同大家練習先嘅，讓我哋練咗開會詩觀看宇宙先。係啦，呢首詩歌咧係講上帝嘅創造喎。地如青天，無限色彩璀璨，凝望四方，寰宇令我驚嘆。萬里江山，無盡珍貴妙奇，每日客街可親見主降生。來同唱頌讚因他受創造，萬有讚頌感他恩無限，聖神祥和同證天賜真福，一切天父賜。我哋一齊唱第二節啊！萬計花果，濃淡香薰飄送，雷電雨霜，明朗日照交替，近遠山丘，繁茂蒼翠樹林，地與天一色，山與海融合，來同唱頌讚因他受創造，萬有讚頌感他恩無限，聖神祥和同證天賜真福，一切天父賜。係啦，咁呢一首詩歌一共有4節啦，每一節嘅歌詞呢，其實都係寫得相當之優美嘅。我哋真係環顧呢個世界，一切都係上帝所做，我哋擁有嘅一切都係天父賜。特別喺新年嘅當中，讓我哋懷住感恩嘅心一陣去唱呢一首嘅開會詩。接住落嚟呢，今日都有個新嘅禮儀詩歌想同大家練習嘅。喺今日聖餐禮入面呢，我哋用咗一首新嘅羔羊頌，我哋都一齊去聽一次啊！會唱得好慢嘅呢一首。真神羔羊憐憫我們，真神羔羊憐憫我們，真神羔羊憐憫我們，除去世人罪孽賜平安。係啦，主要係最後嗰句啫，我哋嚟多次最後嗰一句啊。除去世人罪孽賜平安。係啦，我哋到時慢慢咁唱出，用一個咧好渴想上帝嚟臨，渴想上帝嘅心去唱出，求主憐憫我哋，咁樣就可以啦。咁啊，崇拜開始之前，讓我哋都首先靜默啦，讓我哋邀請執事帶領我哋祈禱。弟兄姊妹早晨，喺呢個新嘅一年呢，首先我喺呢度呢，祝大家以馬內利。以馬內利嘅意思呢，就係上帝與大家同在啦。好，咁祝大家以馬內利，福杯滿溢，常常喜樂。我哋同心禱告。七位天父，我哋感謝你，感謝你保守帶領我哋又過咗新嘅一年。主啊，喺一年裏面，我哋充滿着感恩嘅。主啊，都係求你幫助我哋喺嚟緊呢一年裏面，繼續喺靈命裏面有所嘅追求成長。多謝你，亦都求你安靜我哋心，以下落嚟我哋能夠專心嘅去敬拜你。多謝你聽我哋祈禱，奉主名求。
各位弟兄姊妹，祝大家新年蒙福，活出豐盛。讓我哋一同以啟應嘅方式誦讀詩篇96篇1至4節。你們要向耶和華唱新歌，全地都要向耶和華歌唱，要向耶和華歌唱，稱頌他的名。天天傳揚他的救恩，在列國中述說他的榮耀，在萬民中述說他的奇事。因耶和華本為大，當受極大的讚美。奉聖父、聖子、聖靈嘅名，開始新春主日嘅崇拜。阿門。新年春暖，亦都係萬物告別舊歲、回復生機嘅時候。讓我哋用欣賞嘅眼去到察看造物嘅奇妙，又帶住感恩去到讚頌天父所賜嘅恩典。你如晴天，無限色彩璀璨。凝望四方，寰宇令我驚嘆。萬里江山，無盡珍貴妙奇，每一刻皆可親見主匠心。來同唱頌讚，因他手創造。萬有讚頌感他恩無限，聖神祥和同稱天賜恩福，一切天父賜。萬計花果，濃淡香薰飄送。雷電雨霜，明朗日照交替。近遠山丘，繁茂蒼翠樹林，地與天一色，山與海融合。來同唱頌讚，因他手創造。萬有讚頌感他恩無限，聖神祥和同稱天賜真福，一切天父賜。有請姊妹。人年春天，我都豐收秋季，炎夏冷冬，時歲運轉不息，萬有生機，按主旨意循環，每一天彰顯他乃生命之。讓我哋一同頌讚，來同唱頌讚，因他手創造。萬有讚頌感他恩無限，聖神同證天千真福，一切天父賜。有請弟兄。願我此刻明日蒼生可貴，無限愛恩情正上帝關心，願作管家，愛惜一切創造，全地與空中皆受主愛屬主。來同唱頌讚，因他手創造，萬有讚頌感他恩無限，聖神祥和同稱天賜恩福，一切天父賜。請坐。各位弟兄姊妹，喺新春佳節、萬象更新嘅時候，我哋共聚一堂，將今年一切交託全能嘅上主，祈求佢嘅眷佑。而家讓我哋靜默片刻，
懷住除舊更新嘅心，求主潔淨我哋嘅心靈，讓我哋能夠虔誠敬拜。讓我哋一同認罪禱告。慈愛的天父上帝，求你憐憫我們。我們沒有好好善用時間親近你，只專注個人的享樂和計劃，輕看你的旨意，沒有每天把你擺在第一位，以致偏行己路，得罪了你。天父，我們來到你面前，懇求你赦免我們的罪，並賜我們智慧和能力，能夠重整生活的優先順序，重新回轉歸向你。在一年之首，求你教導我們在恩典中經歷靈命更新，信心增長，活出與福音相稱的人生。阿門。主啊，求你接納我。主啊，求你接納我，助我活出你心意，以愛因我心靈永住我心中。主啊，求你接納我，助我活出你心意，以愛因我心靈永住我心中。親愛嘅弟兄姊妹，全能嘅上帝憐憫你哋，藉着救主耶穌基督饒恕你哋一切過犯，並藉聖靈嘅大能更新你哋嘅生命。為此，讓我哋起嚟，將榮耀頌讚歸於主上帝。當讚美阿門，我們讚美主名。當讚美阿門，我們讚美主名。當讚美阿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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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讚美主名。當讚美阿門，我們讚美主名。當讚美阿門，我們讚美主名。當讚美阿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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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讚美主名。主已經饒恕咗我哋，我亦都當彼此饒恕同接納。讓我哋彼此問安，主與你們同在。感謝主因佢嘅救贖，我哋有新嘅生命。喺新嘅一年裏邊，祝大家靈命日增，天天更新。讓我哋以一首好有賀年氣氛嘅問安歌《幸福人》，彼此祝賀靈命更新，新年快樂。期望每天多更新，日子充滿福音，上主一生牽引，心中快樂讚嘆，祝君健康亦精神啊！靠主每天作幸福人，期望世間息紛爭，日子開心歡欣，齊聲歌唱音韻，一生燦爛繽紛，祝君健康亦精神，靠主每天作幸福人。我哋彼此握手，互祝平安，新年快樂，新年快樂。
求你加給我哋力量，面對我哋眼前嘅困難，讓我哋能夠靠住你嘅恩典站立得穩，放下各樣嘅重擔同埋容易纏累嘅罪，以忍耐奔那擺在前面嘅路程，定睛仰望你，禱告奉靠救主耶穌基督嘅聖名，阿門。請聽上帝話語。舊約引題耶利米書12章1至5節。耶和華啊，我與你爭辯的時候，你顯為義；但有一件，我還要與你理論。惡人的道路為何亨通呢？大行詭詐的為何得安逸呢？你栽培了他們，他們也扎了根，長大而且結果。他們的口是與你相近，心卻與你遠離。耶和華啊，你曉得我，看見我，察驗我向你是怎樣的心。求你將他們拉出來，好像將宰的羊，叫他們等候殺戮的日子。這地悲哀，通國的青草枯乾，要到幾時呢？因其上居民的惡行，牲畜和飛鳥都滅絕了。他們曾說：他看不見我們的結局。耶和華說：你若與步行的人同飽，尚且各類，怎能與馬賽跑呢？你在平安之地雖然安穩，在約旦河邊的叢林要怎樣行呢？新約引題腓立比書3章12至14節。這不是說我已經得着了，已經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穌，所以得着我的。弟兄們，我不是以為自己已經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記背後，努力面前的，向着標竿直跑，要得上帝在基督耶穌裏從上面召我來得的獎賞。請起立，恭迎福音。福音題馬可福音4章35至41節。哈利哈利哈利路亞，哈利哈利哈利路亞，哈利哈利哈利路亞，哈利路亞，哈利路亞。當那天晚上，耶穌對門徒說：我們渡到那邊去吧。門徒離開眾人，耶穌仍在船上，他們就把他一同帶去，也有別的船和他同行。忽然起了暴風，波浪打入船內，甚至船要滿了水。耶穌在船尾上枕着枕頭睡覺。門徒叫醒了他，說：夫子，我們喪命，你不顧嗎？耶穌醒了，斥責風，向海說：住了吧，靜了吧。風就自主，大大地平靜了。耶穌對他們說：為什麼膽怯？你們還沒有信心嗎？他們就大大地懼怕，彼此說：這到底是誰？連風和海也聽從他了。這是上主的話。哈利哈利哈利路亞，哈利哈利哈利路亞，哈利哈利哈利路亞，哈利路亞，哈利路亞。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早晨啊！首先呢，都同大家拜個年先，祝大家馬年蒙福，龍馬精神。然後係咪所有嘢都要講個馬字？馬上得力，馬上感恩，馬上回轉，馬上更新，仲有馬上認識主，馬上傳福音，馬上關心人。OK，收唔收貨？OK 耶！
但每逢新年咧，即係我哋每一個人咧都特別咧，即係口甜舌滑嘅，係咪啊？係啦，好識得講咧好多賀年嘅説話。見到我哋嘅親朋戚友咧，我哋都會互相嘅去恭賀啦、道賀啦。又或者咧，我哋仲有好多即係新年嘅傳統，係咪？我哋又貼揮春啦。你哋有冇買新衫着㗎？以前我細個係一定要着新嘅睡衣嘅喎，唔知點解。係啦，會着新衫啦。派利是啦，一定要食糕啦，係咪啊？有意思㗎嘛，全部都係咪啊？呢啲嘅習俗咧，全部都表達緊我哋大家都好想有一個新嘅開始，有一個更好嘅明天，更好嘅將來。整個嘅新春都充滿住呢一啲即係有馬字又好，冇馬字又好嘅好多嘅祝福語，好多嘅祈願，好多嘅喜悅同笑聲。不過當我哋靜落嚟嘅時候，又望下我哋自己，又或者我哋身邊嘅朋友、家人，或者我哋都會發現有一啲人喺好開心、充滿住節日氣氛嘅新年裏面，佢哋嘅心其實仍然好記掛住喺病患中嘅屋企人。我哋又發現有一啲人喺呢一個咁開心嘅節日裏面，佢哋心裏面其實係掛牽緊、擔憂緊佢哋工作裏面嘅變數，佢哋學業嚟緊嘅前途，亦都有一啲人喺呢一個咁開心喜慶嘅節日裏面，心裏面仍然有唔少未被撫平、有待醫治嘅傷痕，甚至係悲憤。喺新年滿滿嘅祈願、好開心、好喜樂嘅氣氛裏面，但我哋又發現同現實之間原來都係有一啲嘅距離嘅喎。或者今日我哋需要嘅，即係當然嗰啲恭賀説話咧，聽落都真係好開心，講出嚟都係好嘅，我都中意，我都所以頭先一輪嘴講俾大家聽，係咪？但我諗今日我哋需要嘅唔止係多幾句祝你龍馬精神啊，馬到功成啊，馬上有米啊，馬上幸福啊嗰啲。我諗我哋今日更加需要嘅係喺呢一啲嘅祈願同埋現實之間，我哋一齊去聽下今日上帝要向我哋講嘅説話。我哋喺上帝嘅裏面點樣可以重新得力，繼續去前行？今日我哋喺一個充滿住新春喜慶嘅氣氛嘅同時，其實大家有冇留意到？可能都知嘅，有啲弟兄姊妹，其實教會年已經踏入咗預苦期嘅第一個主日㗎啦。呢兩個咁特別嘅節期互相重疊，會唔會都正正係提醒緊我哋喺喜樂嘅時候，都要藉着仰望嗰位曾經歷盡人間苦痛，但係最終卻係勝過死亡、從死裏面復活嘅基督。藉着基督，我哋都去紀念我哋身邊未能夠歡度新春嘅鄰舍呢。新年期間，我哋盡情嘅好好嘅享受新年嘅假期，係咪？我哋好好嘅去珍惜同屋企人同好朋友一齊相聚。我哋好好嘅休息，瞓晏啲自然醒咁樣。但係與此同時，我哋都追求嘅係，更加追求嘅係，我哋要喺主嘅聖道話語裏面努力去扎根。喺主嘅話裏面，我哋尋求自己生命嘅突破同埋更新，以至到我哋可以將我哋自己都經歷到嘅嗰份平安同埋真正嘅福氣，唔單止我哋得着，亦都可以好似一杯涼水咁樣去滋潤我哋身邊嘅人。我哋喺正式進入經文之先，我哋一齊同心禱告。慈悲仁愛嘅天父上帝，我哋感謝讚美你，感謝你賜下四季時令，讓我哋都能夠享受大自然春天春回大地嘅美好。我哋感謝你帶領我哋進入新嘅一年，喺呢一個新春喜慶歡樂嘅裏面，讓我哋都同心嘅謙卑嘅嚟到你嘅跟前，祈求主上帝你開啟我哋，亦都引導我哋眾人嘅心，藉着經文，使到我哋能夠得着堅固。即使
喺祈願同埋現實中間有落差，有艱難，但我哋仍然靠着你嘅聖道話語，你嘅應許，都能夠重新得着力量，以生命見證你嘅應許，信實不變。感謝你聽我哋祈禱，奉耶穌基督嘅聖名，阿門。今年係馬年呢，咁所以呢，我都好努力咧，嘗試咧去揾一啲有馬嘅經文咧，好想今日講到嘅。咁我就最後咧喺好多嘅掙扎裏面咧，就揀咗呢一段啦。咁啊，不過進入經文之前，我想問下大家先，大家覺得即係如果一講到馬啊，除咗我哋香港人諗起跑馬之外啦，大家覺得馬係對俾你有咩印象嘅咧？馬係點㗎？好有速度嘅，係啦，跑得好快嘅嚇，好有力量嘅，係咪啊？即係我一上網 Google 揾馬咧，係出現呢啲哇！即係你睇下嗰啲肌肉嘅線條，係咪好靚嘅？張相都係咁，唔係我特登去揀過，係咪啊？馬好多時候係代表咩啊？代表頭先弟兄姊妹講嘅速度啦，好有力量啦，即係征戰或者係勝利嘅象徵啦，亦都係即係人嘅一個，即係如果你去出戰場嘅話，佢係一個好好嘅拍檔，係咪？嗱，正如好多即係有馬字嘅嗰啲四字詞語所表達嗰啲意義都係一樣嘅啫，就好似呢幅圖咁，例如嗰啲良駒駿馬、馬到功成啊、馬力十足即係等等啦咁樣。咁大家話啦，頭先話馬咧真係好有力量啊，跑得好快嘅。咁如果一匹馬同一個人去比賽跑，你哋覺得邊個會勝出咧？嗱，有啲人咧就好疑惑啊！我見到個樣好似 Roy 哥咁，點解你會咁問㗎？係咪啊？有啲人咧講完馬，但係好似好想收翻，唔知道大家心裡面嗰個疑惑會唔會同我一樣？等先，點可以咁比較㗎？係咪啊？點可能將人同埋馬比較咧？嗱，如果係咁嘅話，咁我哋今日應該點樣去理解耶利米書第12章5節呢度嘅經文呢？嗱，我哋咧睇呢段經文嘅時候咧，我都感恩啦。即係平時好似三代經題咧，都好難遇到呢一段經文嘅。咁藉着今日咧，又可以同大家分享下。嗱，首先我諗我哋讀到呢段經文嘅時候咧，有一樣嘢係一個大忌嚟嘅，就係我頭先示範咗噶啦，就係我哋要放低一個錯覺。就係喺呢一度，上帝並唔係咁，即係連我哋人嘅智慧都覺得冇可能比較嘅話，上帝更加唔會啦。上帝唔係要將一匹馬去同血肉之軀耶利米先知去做比較。嗱，特別係當我哋睇埋第5節嘅下半節，下半節係咩啊？你在平安之地雖然安穩，又或者譯做尚且會跌倒啊！喺約旦河邊嘅叢林要怎樣行呢？如果我哋睇埋前文後理，唔單止係睇頭先我讀出嘅經文，睇埋前文後理，我哋就會感受到上帝喺呢一度唔係要比較，唔係要將馬同埋耶利米先知咁唔公平咁樣去比較。喺呢一度，上帝好想透過佢嘅回應，去讓耶利米知道聽到嘅係一個預告嘅信息，同埋一個肯定嘅信息。預告啲咩呢？喺呢一度，上帝好想耶利米知道，作先知嘅侍奉上面，其實係一定會遇到更多嘅困難同埋難關，係陸續有嚟嘅。我哋睇第6節就知啦，即係去提佢咩啊？提佢你啲兄弟姊妹、你嘅親人，可能佢哋表面好似同你説好話，但係其實你唔好信佢。上帝向耶利米預告，目前依家嘅挑戰其實只係開始嚟嘅咋，將來嘅困難會更加大，就好似你依家喺一個平安之地喺上面去跑步，將來耶利米你要去一個地方，好似踏入叢林一樣，要越過河邊啦，要走過荊棘啦，唔同嘅險阻啦，就好似一匹馬要進入嗰個有機會
遇見猛獸喺嗰度藏身，又或者可能側邊嘅河水會突然間咧會洪水泛濫嘅嗰個嘅河邊叢林。所以呢一度上帝係話緊俾佢聽，你依家其實都只係挑戰嘅一部分，就好似一個人走喺一個平道上面，但係將來你遇見嘅可能係更加艱險，可能係更加嘅艱辛。先知耶利米喺禱告裏面向上帝去申訴，惡人點解會咁亨通？點解佢哋睇落好似咁舒服、咁輕鬆嘅？上帝剛才嘅回答肯定咗耶利米先知佢過去嘅忠心啊，係表達緊上帝完全明白耶利米先知佢此刻佢真係好攰，佢好疲乏，佢嘆息，甚至向上帝申訴。但係同時上帝要透過呢段經文去肯定咁樣同耶利米講，係前面係仲會有更多艱難嘅道路。但係你要記住，耶利米，我揀選你，我呼召你，我信任你，而且我會同你一齊行。上帝對耶利米嘅呼召係堅定不移。上帝要表達嘅唔係一個即係冷冰冰嘅去評論耶利米，你再努力啲啦，你唔夠努力啫，你唔夠堅強啫，所以咧依家咧就喺度申訴啦。唔係，上帝唔係講緊一啲好似逼耶利米上路嘅命令，相反，上帝要表達嘅係佢信任耶利米。我明白你依家係艱難嘅，但係我信任你，我會陪你繼續向前走，即使你要走過河邊叢林。最近咧，大家有冇睇嗰個冬奧啊？特別係溜冰嘅比賽啊！最近咧，可能大家同我一樣啦，一打開個 IG 咧，就俾咧即係日本嘅選手木原龍一同埋三浦利奈嘅故事咧，即係洗晒版啊咁樣。即係個故事就係當然唔係淨係講佢哋攞到金牌啦，仲係分享到佢哋背後嘅成長啊、生命嘅故事。佢哋係啦，咁咧男仔嗰個咧就係木原龍一啦，係啦。咁咧原來咧喺即係佢即係出道嘅時候咧，其實日本咧都唔係好強嘅喺雙人溜冰上面，亦都冇放好多嘅資源。所以咧，其實如果有一個即係溜開冰嘅即係選手被勸去溜呢一個嘅雙人參與雙人嘅比賽咧，其實係一種好似覺得你其實唔得。咁就不如你去雙人嗰邊試下啦，咁嘅意思。咁當時咧，即係木原咧，佢都接受嘅，即係佢因為佢喺單人比賽裏面咧，的確個成績麻麻地，咁佢轉咗雙人嘅比賽啦。但係咧前後轉咗2次唔同嘅 partner 咧，拍檔咧，佢哋咧都冇一個好好嘅成績。當時咧甚至乎咧，木原咧係被評價為一個即係負戰力嘅拍檔啊！大家明唔明咩叫負戰力啊？即係我哋廣東話咧就係講即係陀衰咗我啦，陀累人哋㗎啦咁樣。咁所以咧，其實當時佢其實已經返咗鄉下，甚至開始做緊啲運動場 part time 啊咁樣。佢都諗緊自己係咪要繼續咧咁樣。咁喺嗰陣時咧，佢就遇到咧依家嗰個嘅教練啦。咁佢就叫阿 Bruno，好似嗰個爐嗰個牌子係阿 Bruno 啦。咁咧就喺呢個教練嘅信任啦同埋鼓勵之下咧，佢就認識咗佢依家側邊嗰位三浦嘅拍檔，即係個女仔啦，個女孩子啦，細佢好多㗎。咁咧就同佢一齊再次邀請佢，不如試下同佢拍檔啦。然後咧再一次去接受訓練，然後咧再一次嘅去參加比賽。喺呢一位教練嘅鼓勵底下咧，佢哋不停咁樣去接受訓練啦，然後出戰唔同嘅比賽啦，最後都攞到好多好好嘅成績。而喺今次佢哋攞到呢一個雙人長曲嘅比賽嘅冠軍啦，即係金牌啦，木原咧都特別提到一樣嘢嘅，佢話佢好感激過去一直好鼓勵佢，同埋用好多嘅説話
去支持佢，俾力量佢，令到佢可以重新去振作嘅人，佢感受好深。上帝知道耶利米好疲倦啊，好似木園咁咯。上帝亦都預告耶利米啊，你嚟緊喺侍奉上面所遇見嘅困難同埋挑戰，都好可能係只會越嚟越多，而未必會減少。但係上帝係點樣對待耶利米呢？上帝係繼續嘅將呢一個咁重要嘅任務，呢一個嘅使命交喺耶利米嘅手裏面。而上帝呢一個嘅呼召，對耶利米堅定不移嘅呼召同埋承諾，亦都代表住上帝會與耶利米同行，就好似牧員身邊嘅教練同埋佢嘅拍檔三浦小姐，唔單止係一齊嘅同行，亦都見證住牧員嘅成長。昔日喺侍奉上邊未見果效，呢一樣嘢令到耶利米先知覺得好無力，好想放棄，唔想再跑落去。咁今日各位弟兄姊妹，對於我哋嚟講，有啲乜嘢嘅嘢係會使到我哋都好灰心沮喪，使到我哋好似聖經所講，我哋嘅雙手下垂，使到我哋嘅雙腿發酸呢？係咩呢？喺侍奉上，喺職涯上邊，喺學校裏面，喺家庭朋友嘅關係上邊，或者我哋都會同耶利米先知一樣，有數之不盡嘅困難同埋掙扎。特別係喺人同人之間嘅關係上面，有陣時都真係好容易令到我哋覺得好灰心嗬。好似我哋努力嘅付出，都會好輕易嘅就俾人輕看或者白費。或者我哋都可能喺頭先我講過嘅範疇裏面，好想同上帝講一句啊，我唔撈啦咁樣，我冇力再繼續落去啦。但係今日耶利米書嘅經文鼓勵我哋，亦都提醒我哋，上帝對各位弟兄姊妹，你哋身處嗰個地方，喺嗰段嘅關係，嗰個嘅職場，嗰個嘅學校裏面，上帝對我哋每一個人嘅呼召係堅定不移嘅。上帝信任你，上帝要使用你，上帝要鼓勵你，上帝盼望我哋喺呢啲嘅經歷裏面，雖然唔容易，但係佢期望我哋變得成熟，可以有成長。但係當然上帝唔係齋講，你去啦咁樣，而係好似耶利米先知咁，上帝會賜下好大嘅力量俾我哋恩賜，使到我哋可以喺更大嘅叢林裏面都可以如馬奔騰，繼續前行。今日咧第二段經文係福音題，大家好熟噶啦，就係主耶穌為門徒平靜風浪啦。今日咧只係想邀請大家特別留意兩個地方啫。第一個地方係當時嗰個風浪嘅猛烈程度。當時嘅風浪應該係非常之強烈，甚至係我哋想象唔到嘅。點解咁講呢？門徒裏面至少啦，即係聖經冇交代所有門徒佢哋本身做緊啲乜嘢，但我哋已知嘅至少都有4個係做咩啊？漁夫噶嘛。簡單啲嚟講，佢哋有啲咩風浪未見過嘅呢？但係佢哋都驚到嗌救命，夫子我哋喪命啦，你都唔理。咁即係話當時嘅天氣嘅狀況其實係好險惡、好惡劣。第二，我想大家留意嘅係點解喺咁惡劣嘅天氣底下，主耶穌都能夠安然入睡嘅呢？係咪因為主耶穌天生就係無憂無慮、好樂天嘅嚇？即係我哋成日都講嘅，天跌落嚟就點啊？當被冚嘅，係咪因為咁呢？當然唔係啦。
如此猛烈嘅風浪，主耶穌仍然能夠安睡得如此嘅平靜安穩，係因為主耶穌嘅能力遠比呢啲嘅狂風大浪大同埋高得多。呢段經文，弟兄姊妹，我哋要留意，唔係教導我哋或者用嚟即係鼓勵我哋啊！即係信靠主嘅人呢，咁呢就風浪呢就唔會衝過嚟嘅嚇。又或者我哋信靠主嘅人呢，風浪呢係會輕強啲嘅，唔係。但我哋亦都唔需要走另一個極端，即係話其實我有陣時都聽到嘅喎。唉，信主嘅人呢，即係遇到嘅風浪特別大嘅經歷嘅特別艱辛，咁我哋又唔需要咁樣去形容。原因係呢一段經文根本個重點就唔係風浪咯。呢一段經文嘅重點係船上面嗰位安穩嘅主耶穌。經文提醒我哋，船上面有主耶穌，就有真正嘅平安。面對人生眾多嘅危機，係嘛？我哋好多危機㗎嚇，又友情危機啦，又中年危機啦嚇，有好多。或者面對人生好多嘅壓力嚇，即係財源嘅壓力、經濟嘅壓力、照顧者嘅壓力。面對人生裏面好多唔同嘅病患，突如其來嘅病患，可能係自己嘅病患、家人嘅病患。面對人生裏面必定經歷嘅生離死別，面對呢啲人生嘅風浪，我哋當然係可以驚，我哋當然係可以怕。我哋當然可以去喊，可以去呼求，我哋可以，因為呢啲都係自然嘅反應。只係今日嘅經文提醒我哋，除咗呢一啲好驚、好怕、會喊、會去哭訴、會去呼求嘅反應之外，我哋仲有一樣好重要嘅事，我哋可以去回應呢一啲人生咁巨大嘅風浪㗎。就係各位弟兄姊妹，當你覺得哇，又有一個風浪嚟緊啊，冚緊埋你嘅時候，當你嘅心都覺得好驚好亂，好似一艘搖晃不定嘅船一樣嘅時候，邀請大家揾張凳先，揾張凳坐低，俾自己安靜一下，停一停，深呼吸幾下，然後最重要嘅係呢一句。喺禱告裏面，我哋講主耶穌，感謝你，感謝你喺我嘅船上面。當我哋面對呢啲風高浪急嘅人生風浪，我哋揾張凳坐低定一定，深呼吸，然後禱告話：主耶穌，感謝你，感謝你喺我嘅船上邊。一個簡單簡潔嘅禱告，唔好睇小，其實都係表達緊我哋嘅信仰，表達緊我哋嘅神學。弟兄姊妹，我哋係唔需要逞強嘅，我哋唔需要假裝冇問題，相反，我哋更加要好坦白咁去承認，喺呢一啲嘅風浪裏面，我哋唔係靠車，我哋都唔係靠馬，亦都唔係靠自己嘅能力去撐船啊，令到嗰架船咧平衡得返。我哋靠嘅係以馬內利嘅主，係佢叫我哋重新得着平安。當我哋覺得好攰嘅時候，可以點做？當我哋感到懼怕不安嘅時候，我哋應該捉緊啲乜嘢？當我哋感到好彷徨、好迷失嘅時候，又應該走去邊個方向？以上呢三個問題，我諗唔止係今日兩段經文俾我哋嘅提醒，我都相信係唔少人心裏面會出現嘅疑問。喺困惑、喺乏力裏面，能夠重新得着堅固同埋鼓勵；喺風浪裏面得着安慰同埋平安，又豈止係耶利米先知、門徒以及我哋嘅需要呢？
平安、堅固、肯定、接納，呢啲更加係我哋身邊嘅鄰舍，以至呢個世人、呢個世界嘅需要啊！弟兄姊妹，教會今年教會嘅主題呢，定得好好，係一個好緊要嘅提醒，係每一個基督徒都要記得嘅。喺呢一個充滿住風浪、悲喜交集嘅人生裏面，我哋最需要分享嘅係咩呢？最需要分享嘅係咩啊？弟兄姊妹，愛分享，咁分享啲咩呢？係以馬內利，上帝與人同在嘅信仰實踐咯。而呢一個我亦都相信係主愛堂嘅弟兄姊妹喺今年我哋一同要朝向、要奔向嘅一個標杆。大家仲記唔記得嗰4塊葉啊？未有4塊葉嘅，我想講主耶穌添。張教師成日都出嚟，即係提我哋嗰4塊葉咧，係咪啊？記唔記得啊？紫色葉代表咩啊？仲記唔記得啊？陣間再講下，有少少唔係好記得你係咪？張教師陣間會再提啦。嗱，雖然咧，張教師其實提我哋咧要取得呢4塊葉咧，有一啲特定指定嘅任務係要做嘅，係咪？記得嘅大家都嗱，但係如果我哋將呢4塊葉講嘅主題睇得闊一啲，我發現其實當我哋喺平日嘅生活裏面朝向呢4個方向去實踐呢，其實已經係一個好具體，能夠讓接觸到你嘅人、認識到你嘅人去感受到，亦都睇得見其實乜嘢係以馬內利。以馬內利係咩意思？原來以馬內利唔係一句標語，唔係一個術語，原來以馬內利係一個生活方式。好啦，提翻大家，紫色係咩啊？建立咩啊？我聽到啊，張教師你唔好失望啊。係啦，建立關係係啦，紫色嘅葉咧就係建立關係。我就會諗啦，喺建立關係，當然即係佢有即係張教師有嗰個任務嘅嚇，大家陣間可以再重溫。但我就諗啦，如果我哋生活裡面真係都多啲嘅去留意點樣建立一個正向嘅關係呢？例如我主動啲去關心下屋企人嘅需要啊，問多一句啊。又或者返到嚟弟兄姊妹當中，我多一句真誠嘅問候啊！又或者同我哋朋友相處嘅時候，我哋多一點關懷嘅説話，少一啲嘅冷言或者係評價批評啊！粉紅色葉係咩啊？聆聽。我又會諗，我哋又可以喺生活裡面真係多啲嘅試下，唔好急住去説教啦。或者當我哋真係好想表達自己嘅意見啊，其實我覺得粉紅色葉係對我嚟講係最難嘅。當你真係好想表達自己嘅意見嘅時候，讓我哋都同時記得，你講之前，同時都記得，其實每一個人佢都有一個唔容易嘅故事喺背後㗎。咁你呢，表達嘅意見可能又會好唔同喎。綠色葉見證，我哋講嘅見證。唔係淨係講哇，即係我啲點樣成功嘅經歷啊，即係點啊，我可以靈修100次有勁嘅一日咁樣，而係我哋可以分享嘅係主點樣喺呢啲嘅風浪裡面俾我哋有平安，又或者我哋點樣喺好困難、好乏力嘅裡面去掙扎，以及重新得力。最後啦，禱告。除咗係即係自己都要操練禱告啦，因為我發現有陣時咧，即係我都有啲觀察，就係好似自己都究竟自己有冇成日禱告，自己相唔相信禱告嘅咧？我哋成日叫人禱告祈禱啦，好似一個念口簧咁即係解決唔到或者唔知講咩就我哋一齊祈禱啦咁樣，唔係㗎。禱告係真係我哋嘅信靠，係我哋嘅信仰，係我哋將我哋知道，我哋承認自己嘅限制，以至到我哋禱告去交託。而我哋都相信禱告嘅力量啦。我哋去紀念我哋屋企人，紀念我哋嘅同事，紀念我哋嘅佈道對象，紀念呢個香港。所以今日想講嘅係以馬內利，其實唔係一個觀念咯。以馬內利係一個可以感覺。
可以睇得到嘅生命見證，亦都係今年至少我自己喺今年裏面希望可以奔向嘅嗰個嘅方向。各位弟兄姊妹，新年有好多好好嘅祝願，好美好嘅祝福，只係現實嘅壓力亦都好真實。當我哋喺呢一啲嘅祈願、盼望同埋現實中間，上帝俾我哋嘅係一句，係一個比起任何所有嘅賀年祝福語更有力、更重要、更堅固嘅應許，就係咩呢？呢一個有冇見過呢一個 sticker？ 就係以馬內利啦。但係以馬內利唔係一個好膚淺，純粹因為佢有個馬字嘅一個祝福語同埋 WhatsApp 貼。以馬內利係我哋馬年一個最到位、最有份量嘅提醒同埋我哋嘅目標啊！弟兄姊妹，就好似咧，今日我哋陣間都會背誦嘅金句喺詩篇第20篇嗰度話咩呢？有人不如大家一齊讀啊！讀咗一次先啦，好，1、2、3。我哋要提到我哋嘅上帝，我哋嘅上帝係咩啊？就係以馬內利與人同在嘅上帝咯，係咪啊？無論我哋處於嘅係風平浪靜嘅時間，或者係驚濤駭浪之中，各位親愛嘅弟兄姊妹，各位親愛嘅弟兄姊妹，願我哋每一個都記得，無論我哋係與人同跑，定係與馬賽跑都好，請大家記得仰望嗰位揀選你、呼召你、扶持你嘅上帝。話風浪，話平靜，願我哋都記得主耶穌同我哋坐喺同一架船上面，佢嘅十字架已經為我哋換來咗真正永恆嘅平安。願我哋都記得主聖靈都每一日同我哋同在，願我哋都能夠跟隨主聖靈俾我哋嘅感動同埋帶領，讓我哋喺建立關係上邊、聆聽上邊、見證上邊、禱告上邊，讓我哋可以一步一步咁樣如馬奔向標杆。各位弟兄姊妹，願以馬內利嘅恩典都能夠滋潤我哋每一個人嘅生命，使到我哋每一個人喺新嘅一年裏面都能夠如馬奔騰，奔向上帝應許俾我哋嘅方向。讓我哋同心禱告。慈悲仁愛嘅天父上帝，我哋滿心感謝讚美你，喺呢一個新春嘅時節，感謝你再一次嘅藉着你嘅話語提醒我哋，無論我哋係身處於平靜嘅水面，或係風高浪急嘅海裏面，你嘅同在，你嘅選召係永遠唔改變。主啊，你知道我哋嘅疲乏，亦都知道我哋嘅軟弱。呢一刻，我哋都將嗰啲令到我哋感到彷徨、灰心、失落嘅人同埋事，我哋都交託喺你嘅手裏面。求你堅固我哋嘅心，亦都燃亮嘅溫暖我哋心裏面嗰顆嘅熱誠，使我哋重新得力奔跑，因為我哋知道，我哋能夠咁樣做，係因為我哋不是靠車，不是靠馬，更不是靠我哋自己，而係靠你，我哋嘅主，以馬內利嘅上帝。願你嘅平安力量亦都臨到我哋當中
每一個嘅家庭裏面，求你醫治，求你擁抱，求你安慰我哋當中每一顆疲乏哀傷嘅心靈。我哋同時間祈求你嘅愛滿滿嘅喺我哋中間流動，使我哋喺建立關係上、彼此聆聽上、見證上邊、禱告裏面，都能夠真真實實咁樣去活出以馬內利嘅生活方式。祈求主堅固我哋，幫助我哋如馬奔騰，為主前行，向標杆直跑。感謝你聽我哋祈禱，祈禱奉靠愛我哋嘅主耶穌基督嘅聖名，阿門。有我哋一齊起立，我哋用回應詩去作一個禱告，同埋回應今日嘅聖道話語。窄路難走，困倦了心，唯有你的恩典教我跨過。心存感恩，來到你寶座前禱告讚美，歌頌愛我的主。你賜我新生命，安慰我。你是我在暴風中避難所，把我下垂的手再次舉起，發酸的腿再次站起。你賜我新生命，安慰我。你是我在暴風中避難所，把我下垂的手再次舉起，發酸的腿再次奔跑。窄路難走，窄路難走，困倦了心，唯有你的恩典救我跨過。心存感恩，來到你寶座前禱告讚美，歌頌愛我的主。你賜我新生命，你是我在暴風中避難所，把我下垂的手再次舉起，發酸的腿再次站起。你賜我新生命，安慰我。你是我在暴風中避難所，把我下垂的手再次舉起，發酸的腿再次奔跑。你賜我新生命，你賜我新生命，安慰我。你是我在暴風中避難所，把我下垂的手再次舉起，發酸的腿再次站起。你賜我新生命，安慰我。你是我在暴風中避難所，把我下垂的手再次舉起，發酸的腿再次奔跑。我哋謹記主係我哋喺暴風裡面嘅避難所，
能夠使我哋下垂嘅手再次舉起，使到我哋無力嘅腿可以為主繼續奔跑。願主祝福大家，阿門。感謝聖道話語嘅提醒，以馬內利，讓我哋去到定睛，去到安留喺主嘅裏邊，以致我哋喺呢個新春嘅期間，我哋好多嘅祝願嘅説話，我哋唔係安留喺福祿或者財富，以致係我哋一間即將要認信嘅三位一體嘅主嘅裏邊，我哋一同以使徒信經去到認信。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創造天地的主。我信耶穌基督，上帝的獨生子，我們的主，因着聖靈成恩，從童女瑪利亞所生，在本丟彼拉多手下遇難，被釘在十字架上死了，葬了，下到陰間，第三天從死裏復活，後升天，坐在無所不能的父上帝的右邊。將來要從那裏降臨審判活人死人。我信聖靈，一聖基督教會，聖徒相通，罪得赦免，肉身復活，並且永生。阿門。請坐。弟兄姊妹，讓我哋同心代求，求主喺新嘅一年裏邊，將祝福同埋恩典帶到世界、社會同埋教會裏邊，我哋有需要嘅人手中。我哋一同為世界同埋本港去到禱告。慈愛天父，我哋為世界嘅動盪向你呼求，求你憐憫因國際緊張局勢受驚惶嘅人心，特別係伊拉克同埋美國正以談判去到化解衝突。求主你去到看顧裏邊嘅進程，求主你去到保守溝通順利，使到各國嘅領袖能以智慧同埋忍耐，以人民嘅和平為念。我哋有求告主，你去醫治早前喺伊朗示威中受傷嘅社群，撫平佢哋嘅傷痛，使到民眾得以安全、自由同埋有尊嚴咁生活。主啊，我哋又為住印度爆發尼泊病毒向你求告，求你去到保守當地嘅醫療同埋公共衛生，佢哋嘅人員能夠得以控制疫情，又求你去到保守鄰近嘅地區免受擴散。我哋最後又為住香港嘅居住安全去到禱告，求主你去帶領執法同埋監管機構喺調查同埋執行嘅當中，能夠彰顯公義同埋透明，使到市場競爭公平，工程嘅招標誠實無欺，亦都使到市民能夠得以和睦安居。我哋喺新年裏邊咧，特別為住我哋教會裏邊嘅肢體，佢哋家庭能夠團聚和睦同埋蒙福咧，向你獻上感恩。我哋更加係求你將你嘅平安、智慧同埋醫治臨到以下嘅肢體同埋親友。我哋特別為到許文新弟兄同埋雪梅嘅丈夫陳志樂弟兄兩個家庭去到祈求。兩位弟兄咧喺近日都安息主懷，求主你自己安慰。能夠去到哀痛嘅親友當中，喺呢段時間賜佢哋平安同埋盼望，並且喺安排安息禮嘅過程裏邊咧，得到你嘅幫助同埋力量。我哋又求主你去到醫治少枝姊妹啊，求你去到賜醫護人員有智慧，保守佢喺3月底見婦科醫生嘅時候咧，得着清楚嘅診斷同埋合適嘅治療，亦都求主你去到安穩佢嘅身心。我哋又求主呢個憐憫李文浩弟兄嘅舅父周永平先生。周先生佢喺中風至今已經係3個禮拜，感恩情況咧稍有好轉。求主呢個看顧舅父能夠穩步恢復，亦都保守佢嘅家人咧得着安慰同埋力量。又感謝你去到看顧 Sarah 嘅媽媽呂金四女士，佢完成咗心臟起搏器嘅手術。求主你去到保守佢嘅康復，亦都求主你去到看顧高世伯嘅健康。我哋又繼續為肢體身體上面嘅不適去到代求，求你去顧念，求你顧念年青人張心睿姊妹 Tiffany 佢嘅類風濕同埋身體發炎嘅治療，求你顧念長者潘太同埋陳太佢哋腳部腫脹同埋疼痛，又顧念梁雪卿姊妹何伯母佢嘅類風濕關節炎嘅狀況。
求主你繼續顧念李文康弟兄 Johnny 佢腦腫瘤治療後嘅恢復，有顧念 Bobo 陳寶雲姊妹佢父親嘅心臟同埋哥哥化療後嘅復健，以及瑪麗嫻姊妹 Pinky 佢嘅身體穩定同埋新生活嘅適應。我哋特別喺佳節裏邊咧，都顧念一眾住喺院舍裏邊嘅弟兄姊妹同埋德聖團契嘅團友，求主你到醫治佢哋身體上面嘅痛楚同埋生命嘅問題，並喺靈裏邊咧扶持佢哋經歷你嘅同在。最後我哋為住本堂嘅事工去到禱告，主啊，我哋感謝你引領同工同埋執事團隊制定本年度嘅事工策略。求主你祝福我哋各個會友啊，同埋加力喺我哋當中咧喺愛分享嘅主題下裏邊嘅學習同埋實踐，使我哋弟兄姊妹喺聆聽、關懷同埋建立關係上面咧得以成長，亦都使教會成為鄰舍可以倚靠嘅祝福。我哋特別求告你去到供應教會嘅需要，特別紀念我哋近期咧喺財政上面嘅挑戰。求主你感動肢體，我哋同心支持，使到教會喺穩健嘅財務底下咧，能夠持續執行主你託付我哋嘅服事。我哋奉主嘅名去到祈禱，阿門。所以弟兄姊妹，我要以上帝嘅慈悲勸你哋，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是聖潔嘅，是上帝所喜悅嘅。你們如此侍奉，乃是理所當然嘅。稍等下。永不缺乏，耶和華我父，我的依靠，在主手裏我永得保障，讓我心公眾因主，他有無限豐富，賜予我美好人生，讓我口歌頌因主，他有無盡的愛，帶領我永不缺欠。耶和華以勒我的供應，在恩典裏我永不缺乏。耶和華我父，我的依靠，在主手裏我永不保障。我哋一同禱告。創造萬有嘅主上帝，我哋讚美你，你滿有恩惠慈愛，將各樣嘅恩典賜俾我哋。現在我哋緊將我哋自己連同呢啲嘅金錢呈獻作為回應，求你悅納並幫助我哋喺生活中多分享主愛。禱告奉主耶穌基督嘅名，阿門。弟兄姊妹，我哋開始今日嘅聖餐禮。願主常與你們同在，大家一同獻心於主。我們感謝主上帝，聖潔永在全能的父。
聖潔全能永在嘅父上帝啊！我哋無論喺何時何地，亦都樂意感謝讚美你。你愛我哋，讓基督耶穌為我哋受苦，以至於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叫我哋因佢得救。因此，我哋與天上眾天使，並與天上和地上嘅眾聖徒，一同讚美你榮耀嘅聖名，一起唱出那永不止息嘅樂歌：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善大主宰，聖哉，聖哉，聖哉！萬靈來敬拜，昔在今在永在，永恆真神明。大地聽他掌管，同來眾主名。大有仁愛嘅主上帝，我哋讚美你，你憐憫我哋呢班沉淪嘅罪人。你賜下你獨生子耶穌基督，叫一切信他的不致滅亡，反得永生。我哋感謝你嘅大恩，藉着耶穌基督拯救我哋。求你現在差派你嘅聖靈進到我哋心裏面，好叫我哋能夠以活潑嘅信，藉着所領受嘅聖餐，讓耶穌住喺我哋裏面。阿門。我主耶穌被出賣嘅那一夜，拿起餅來，祝謝了，就擘開，遞給門徒說：你們拿着吃，這是我的身體，為你們捨的，你們當如此行，為的是紀念我。阿門。飯後也照樣拿起杯來，祝謝了，遞給門徒說：你們都喝這個，這杯是我立新約嘅血，為你哋流出嚟嘅，使罪得赦。每逢喝嘅時候，你們當如此行，為的是紀念我。阿門。讓我哋主所教導禱文圓滿我哋祈禱。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願你的國降臨，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們日用的飲食，今日賜給我們，免我們的債，如同我們免了人的債。不叫我們遇見試探，救我們脫離兇惡。因為國度、榮耀全是你的，直到永遠。阿門。讓我哋呢首新嘅羔羊頌同心頌唱。真神羔羊，憐憫我們；真神羔羊，憐憫我們；真神羔羊，憐憫我們。除去世人罪孽，賜平安。再一次啊，真神羔羊，憐憫我們；真神羔羊，憐憫我們；真神羔羊，憐憫我們。除去世人罪孽，賜平安。弟兄姊妹，讓我哋同來領受呢個天上面嘅筵席。我哋咧領受筵席之後，彼此我哋都係主裏面嘅人，彼此成為一家人。聖餐已經預備好，請前嚟領受。
展嚟家人彼此關愛，生活裏面嘅長信信心。咁喺教會裏面咧，我哋彼此彼此嘅愛一齊。主耶穌身體為你。
弟兄姊妹請起立。釘喺十字架上又從死裏復活嘅耶穌基督，而家已經賜咗俾你哋佢自己嘅聖體同埋寶血，作為你哋最得赦免嘅憑據。願主賜恩於你哋，保守你哋喺真正嘅信仰裏面，直到永遠。願你們平安。阿門。讓同心低頭禱告。全能嘅主，永生嘅上帝，我哋感謝你，因為你用咗呢個培養靈性嘅恩賜復生我哋。求你常施慈愛，用呢個恩賜堅固我哋，使我哋向你所有嘅信心，以及我哋彼此相愛嘅心都得加增。與全靠耶穌基督，你係個獨生子，我哋嘅主，與聖靈同權同榮，獨一嘅上帝，無始無終嘅真神。阿門。請低頭領受從上帝而嚟嘅賜福。願主耶穌基督嘅恩惠、天父上帝嘅慈愛、聖靈感動、保守同安慰，神與你眾人同在，從今時直到永遠。阿門，阿門，阿門。弟兄姊妹，平平安安地出去喺新春佳節，讓我哋藉住聖道聖禮重新得力，將平安同埋祝福帶到身邊嘅人。阿門。我哋唱散會詩，主恩福伴隨，讓我哋咧都唔好介意個樂韻比較傳統啲，我哋大聲歡喜咁唱好嘛？我向大家恭祝一句，主恩永伴隨，老少大眾多歡趣，開心福永續。歡呼聲歌樂聲，相愛同相聚，神大愛祝福句，永遠相伴隨。家家有愛共相對，一家老少可新歲，齊來歡樂，歡樂主恩侶，主恩愛侶，開心永對，恩義情同在。第二節。你我大家今天相對，開心添一歲，老少互說祝福句，主恩必永續。分享主大恩，歌唱來相聚，神是愛恩典裡，永遠福伴隨。高歌讚美總千句，今天敬拜樂相對，齊來歌頌，歌頌祝福句。高歌讚美心因永記福樂，何其美！祝福大家，請坐，請坐。新年咧都係好歡樂嘅日子啊！咁我哋讀一讀上個禮拜嘅金句先嚇。因為你的財寶在哪裏，你的心也在哪裏。馬太福音6章21節嚟到今日嘅金句啦。嗱，頭先都已經讀咗一次啦。咁咧，陳牧師咧都提我哋話我哋係同耶穌同一條船噶嘛。但係我哋有時咧成日都唔記得人好善忘嘅，其實成日都唔記得咗啲嘢啊，就好似呢句金句啊，就係靠自己啦，靠一啲外在或者自己嘅經驗啦。當我喺聽到嘅時候咧，睇埋呢句金句嘅時候，同埋頭先陳牧師提到我哋係同耶穌同一條船嘅喎，其實係咪真係等到遇到暴風浪我哋先記得耶穌咧？其實又真係唔係喎。可能我哋每一日特別喺而家過年過時過節一啲開心喜慶嘅日子，我哋有冇諗下？我哋其實同耶穌出去遊船河，出去食嘢，
係啦，睇煙花都得嘅喎，係啦，即係我哋每一日都係咁樣諗嘅時候，咁我哋咪成日都會記得啊，耶穌其實好似頭先以馬內利啊嘛，上帝與我哋同在啊嘛，每一日無論開心唔開心，遇到風浪又或者我哋好開心大食會嘅時候，主耶穌都係同我哋一齊。當我哋不斷去每一日去諗嘅時候呢，去到真係遇到困難、遇到暴風浪嘅時候呢，我哋第一時間已經都諗起上帝與我哋同在嘅喎。我哋一齊讀多次呢句經文啦。有人靠車，有人靠馬，但我們要提到耶和華我們上帝的名。詩篇20篇7節。